为着要提升外岛的客运服务，台湾港务公司甲交通部航港局合作，开2亿元预算，要伫咧嘉义布袋港内打造一间现代化的旅客服务中心，今日正式挂牌啊！希望会当提升南势公路的旅游品质。空间真开阔，设备嘛是全新的。嘉义县布袋港区的旅客中心，施工2栋多，16早时正式启用。嘛增加各种方便旅客设备，同在的时段会当伫内底的人，嘛增加到2000人左右。我们的运输场站，陆海空，包括我们所有的国内国际商港，应该要以这个商港的这个为范例。我们希望未来逐渐的去推动。布袋港是离岛客运重要的港口。2017到2021年，每当拢有40万人以上伫遮坐船出去。进前的旅客中心无法度应付遮侪人，所以港务公司甲航港局合作，编列2亿3800万的预算，起这间新的旅客中心。除了客运的客人之外，一般民众我们在地的乡亲都能进来，变成是一个游憩观光的场域。那布袋的民众跟布袋的摊商都很期盼这一次新航厦的落成，可以为布袋带来新的希望。港务公司表示，这间旅客中心有参考国际机场的规划，除了希望提升南势公路的服务品质，嘛希望会当加做布袋新的景点，串联沿海观光资源，做伙提升布袋观光的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